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是主持人陈明珍。台湾高级的故乡到台中市的董事区，也是因为到民国60年代时节，以张永生先生为主的12所的台湾体质的高速生产研究班呢，到民国65年时节推出了高级的一样创新的梨树的栽培技术。这技术推出36年来呢，到全台湾创出了一年呢41人合格的产出。所以在36年人行过来呢，呢农民种出技术啦，已经无法好讲诶。不过要面对那种太自然环境进来检查，韩国诶因为长期使用那种诶化学肥料啦、农药啦，是的耐药进来检测，样板也还在做种出又多水又甜又好食嘅高级梨呢，也还农民面对着清大嘅挑战。另外，到民国90年时节，台湾加入 WTO 开放梨嘅进口嘅批量，也影响台湾嗰个水梨市场嘅就冲击咯。故说面临太自然，韩国啦贸易国际贸易市场双重嘅打击以后呢，呢个农政单位韩国嘅高级梨故乡嘅董事嘅农民，係咪做好面對挑戰嘅準備呢？像等下安部頭呢，呢來到董事鎮哦，董事體系為祭拜太子爺嘅福慶宮嘅面頭前，請你台下嘅鄉親並台東嘅來賓共同參加討論。開會了！水梨园上西无限梯以后呢，安部头呢董事其中太梨嘅农民哦，手脚细枪来到村民台北节目录样嘅现场哈，来福庆宫。参讲特别拜太子爷哈，喺头拜呢董事体系嘅客家乡亲哈，罗主公哦，上山开放嗰種江山嘅時節嘅舒服神哈，古時呢係當地嘅信仰中心哈。馬上歡迎收嘅台東嘅來賓，第一個呢係台中市政府農業局作物生產科嘅科長張豐盛張科長，你好。大家好。好。稍等，我們收嘅係董事區農會嘅總幹事田世興，田總幹事你好。主持人好，大家農民大家安安。好，稍等，我們收嘅第三個來賓係農業會嗰種嘅桃園區改良場，專門研究皮料並奶肉嘅土肥博士哈，羅秋雄羅博士。董事鄉親大家好哈，我今日講嘅東西啊，我真歡喜啊，多謝各位。好，感謝你台東嘅來賓哈，也請你台下鄉親來，然後你講下哈。今年你嗰種高接梨哈，嗰種嘅接花苞嘅時節，接梨鳳嘅時節，天時凍冷哦，煩到個假擺哦。喺到到一摘嘅時節呢，又連連沙沙落太水啊，又風采來，都帶來影響。促成今年你董事體系太梨哦，因為我順勢買在前做嘅先卡出來，你天時記頭嚟講，觀眾朋友說明下嘛，好兩個鄉親。有關講今年嘅高接梨吼，就早春嘅時陣吼，就又拄到雨，梅啊，就本來就接到哩哩落落嘅，結果6一零水災又個拄到，只能說雪上加霜。所以講吼，我相信說我借過我們這個傳播媒體吼，呼籲我們政府哈多多重視我們基層的農民，真的很困難。好，謝謝，謝謝這位鄉親的發言哈。還有哪位鄉親可以告訴我們？這位先生嘿。這度今邊嘅清單問題哦，生產過量啊。生產過量嘿。像政府你捌個真正來改進無？比如外銷啦，或者國外去啊，還有控制生產的面積啊，是咧降低無啦。感謝那個農民發言哈。還有兩個先生，將來幾年咧，詳細聽到農民講而家問題就係梨鳳嘅問題啊。梨鳳對人高接梨嘅產業嚟講，當衝啫。當然咧就進口日本進口當多嘅梨鳳啊咧。詳細聽人講到，你今年梨鳳用搶嘅，你基本嘅供應吼無拉嘅問題吼，但係咪是搶購吼？總歸是。今年梨鳳用搶，係咪因為大家反對？叫做次數變大，蠻多嘅，也需要安尼吼。平常來天嘅時間，正經講拿到嘅數量上冇符合安尼吼。天依家係講，可能眼頭肉吼，有啲梨鳳
迄走私进口以来的，可能为中国啊，为内行，那地方有牵涉到个骗穷害的问题。咧检疫管制的都好，迄咩农政单位是来讲，本来农民自己来个答复啊咧，好不好？好，感谢。感謝3位鄉親發言哈，到底離峰係用百姓進口到台灣來哈，我相信可以下當場台當來賓的回答哈。你離峰進口的長期樣，當然4月份是農會調查農民離峰嘅需求量有幾多，哈，冇是講伊申請好了以後呢，農會攞一種嘅資料從熟悉起來，然後你行這些農品農糧署來申請到以後，你個農糧署來查迄個資料，除咗台灣農民資料以外呢，日本該方面呢，要來了解咗當地佢哋嘅種水利嘅農民吼，佢哋提供台灣離峰嘅種水利嘅農民，該到農民資料也送到台灣來，到農糧署來，然後進行嚟種資料查核吼。嗰個人呢，當年7月份時節，台灣兩片嘅檢疫官，為去到日本了，該片呢日本嘅檢疫官共同到了到日本嘅水利園去做3天嘅檢疫，確定冇一種偏重開以後呢，當年11月開始輸入台灣，來嘅呢可能係新一種嘅風水線，過來講係新行李哈，所以12月嘅時間呢，讓我來到台灣來並起來哈，並起來以後，農會讓請大家來量啦哈，講嗰陣時有幾多哈，所以來量幾多，一箱差唔多係就都做3000隻法包，有啲做5000隻法包哈，所以你看嘅離峰細隻唔過嘅長期係非常困難嘅哈，所以請教一下，先就離峰嘅問題，先請教你嘅田總幹事是講，針對啊離峰，睇下跟農民講到，有可能因為你太用搶嘅啦哈，係咪一種走私嘅問題，農會那片推理農民來買離峰。你有冇有因應的對策？日本離峰來講，哈，按台灣長線用進口用日本過來，它要有6箱啊。4箱來講係按用離山嘅離峰。當然來講，呢幾年來講，日本嘅氣候冇問題，所以講來年來講受到動態嘅影響，啊個去年個發生太地痛，啊當然來講離峰大家要搶到嗰片過去，啊農會那邊來講。有想到講，像去年俺要韓國看下離峰，嚇，看韓國是嚟進口呢來嘛，看了結果俺認為講韓國無材料解決問題，啊當然嘛要透過其他第三地啊，啊嘛了所在來講，因為嘛要政府嘛要正式通過，啊應當到9月份嘅時候會聽案，啊到時要大家報告，啊應當呢第三地來講，應當會解決了問題。啊，請大家放心，農會要對那啲能夠盡量去做。好，感謝。再來想要請教張科長，就是說針對這個走私啦或檢疫這部分，那農業局這邊有什麼比較積極的做法嗎？有關離稅的問題哈，那我這邊來補充一下。就是有關離稅的部分，在今年因為日本大雪的問題，所以離稅嚴重不足嘛。那當然在農糧署這邊，它有在我們國產離稅這邊，它有組織一個國產離稅的技術服務團隊了。它從96年開始，它就開始在離山地區哈，在培養這個優良的離稅。它目前在輔導方面哦，總共有輔導了40公頃了，它的產量可以將近到8萬噸的一個離稅啊，就是國產離稅。那目前國產離稅在試驗結果，它的品質並不會輸給日本離稅，只是採的時間點哈，要稍微延後一點，讓它的低溫能夠充足哈。這是有關離稅的供應的部分。那至於說走私離稅的部分哈，我農糧署也一直都有在跟海關、跟防檢局這邊哈，請大家講一個海關的一個檢驗以外哈，也有到這種我們像產地這邊來哈，也有在進行一些抽驗了哈。我們也是鼓勵大家也盡量不要用一些走私的離稅，因為走私離稅哈會帶進沒有經過檢驗會帶進一些病害了。相信如果各位種植離稅很多年的話，都知道過去幾年前有發生過一次尼木斯的一個大災害哈，那個政府要花相當多的經費去防治這個尼木斯哈，所以我想請各位，如果說能夠盡量不要用走私的離稅就不要用哈。以上簡單，謝謝。好，感謝張科長。剛才想請教你羅博士是講，離峰嘅來源管控非常重要，除咗一種嘅防疫檢疫以外哈，即講單一產地啊對你嘅影響非常大。睇下你嘅張科長講到，其實離山也還有技術貢獻哈，做嚟生產嘅離峰提供嘅你太東是提起了中，
不是，因为了到目前离山嘅离峰，佢啊品质好也唔好，韩国一个佢啊产期又还蛮低嘅吼，比日本境又还蛮低。啊，用现对台湾嘅董事了后嘅泰梨嘅生产嘅产期吼，也假使会有嘛影响无嘿？你安尼吼，因为嗰种诶离缝吼，离诶属温带离啦吼，温带离加个花芽分化，一定一个冷度要过到一个低温呐，吼，所以讲按台湾。生产来可能上差不多是1000公尺以上的，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个咱就办法都采个离缝啦吼。但是若讲完全台湾就供应那个那台湾的那个高级梨啊，可能就困难啦。因为吼，较按高的海拔按高的地方啊，若讲大面积落去个样啊采个样的离缝，离缝啊，是啊讲吼，水土保持啊，就加个困难度啦。啊，种那讲啊，拉山是的嘛，是的，但是呢，那种个东西啊，没讲一个地方，一个产业啊，形成啊，没咁简单的事情啊，啊，所以讲，那个部分啊，目前讲完全就台湾来供应啊，有加个困难度啦，有困难度啦。不过台湾针对那个农民工的摘笋的部分，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张科长，针对这个就是我们不管是这个梨穗接枝的时候那个翻刀啦，或者说这些。天然灾害灾损，针对梨的这部分，目前在每年的这个施作上面，大概会有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可不可以跟我们报告一下？基本上会翻刀，一定是它有遇到天然灾害嘛。那像今年年初1、2月就是低温，那造成一个梨穗的一个损伤。是。那今年我们在3城地区啊，哈，总共有补助了1518公顷，那救助金额蛮大的。总共我们救助了7300多万，光是第2次翻刀、第3次翻刀也可以算在内吗？还是只有第1次翻刀？就是一次你的寒害，它是天然灾害，是针对你这一次发生天然灾害去救助，并不是你翻刀几次的问题，而是你这一次寒害，它就报这一次一次寒害这样。还想要针对那种台湾还有个农民讲到嗰种数量的问题哈，就产销的问题啦哈，想请教下应该田总干事是讲。台湾有个农民讲，你睇因为泰梨生产高量啦吼，所以佢希望讲迄么少就总归少啦，也讲减少那种生产面积啦吼。你睇董事提起中测泰梨嘅面积有几多？有可能减少生产嘅面积冇？农费来讲，当然吼，主要做外销无唔错啦。是讲咧量来讲，唔咩是问题。而且讲过，个果只梨来讲成本较贵，所以讲当外销来讲。较无竞争力。当然，咧今年农费做外销，平常时讲做料钱就做。料钱做嘛还来做呢？因为果只梨来讲系东西嘅产业，农费当然有个义务啊维持这个东西嘅产业，所以当然也做多少。所以咧，老外收嘅量收出去嘅，迄边是讲减少国内啊市场供给量，加加使所以的哈问题，因为。效果产生出来嘛？当然，外销越多来讲，两小的对家事的稳定性帮助越大啦。用今年开始来讲，市政府那边嘛，农业局来讲嘛，甲农费有添收越多，所以讲今年农费在收理中外销的量吼，无比往年加越多。其无添收，等于讲农费的损失的部分就补很多少啊，所以今年。俺攞去做外销部分来讲，量无比往年绝对加2倍以上。往年来讲，俺多睇有一年差不多40吨左右，今年一定有超过100吨左右。所以那100吨受到外国去的时间，可能对台湾主要市场的供给量是有下降，所以对于平稳价格来讲，多多少少有贡献啦哈。好，台湾人嘅总干事讲咯，其实果汁嘅生产成本非常的高哈，1公斤嘅生产成本太低啦哈，都40元到50元。俩之间浮动，可能那种气候像翻刀的机会啊，你都有影响到啦哈。所以其实生产家私的嗰个生产的成本呢，比其他水果他们1斤20元哈，增加一批很多，所以总体来其实成本高，风险也高，照顾也非常的难照顾哈。不过你好多董事哦，有啲好后生的农民，真都不卡来
接阿爸书房的水利员吼，其实有相对的新的方式，讲迄没用其他的像迄草木穷生用的栽培方式吼，减少了农药啦，并且种个肥料的成本吼，用自然的农法来种，无天出吼，也做减少生产成本，提高利益的假使吼，到底其实可以用版型做的，用效果好也唔好呢？相信听众新闻记者镜头去了解一下。东西里农流行前度几个有机力染度无限，唔系用最简单喷药嘅方式来除草，系完全用人工，让能供起一寸杂片上出来嘅草，强调嘅系草老鼠强生，对抗有机自然嘅各种风险。我哋草系冇用拍，嘛冇用下除草剂，干那用碾压是用压嘅，草场咧按用压搞嚟到咧。推动东西系国家里嘅故乡，不过最近近年内，各种人口落败，乡村会增加，又冇乜嘅销售管道，各农嘅生活更为艰难咧。所以才提友善各种嘅农友，关心农业嘅后生意，希望农业做得用熟嘅自吹风经营者，嚟强下合作，用组织到县村嘅方式，希望改变传统嘅各种方式，行出新嘅农业之路。减少肥料，减少农药，尽量减到亲地嘅长土去做呢。亲起码做出来东西安全，极天安全。咱只黑到了位，迄面因嘅空气、因嘅条件比上次较好，因嘅自身想法都推试传落去。唔但像系改变种嘅方式，开始友善土地，来劝农民咪开始老消费者建立很较亲、很较好嘅关系，期盼亲子食肉嘅体验样，来劝农友老消费者嘅起立，本消费者行到农村，农友也做得行出去。是真的很希望他们可以体会所谓的真正的农事是什么。虽然得到啊，现场看到啊，甚至规日做到啊。东西三省发展23年半多年嚟，生产年经改变求进步，很靠为补图有机嘅对待自然环境，让消费者多多沟通，来与农村老都市嘅起立，希望用友善土地嘅各种方式，做得长久永续嘅发展下去。好，样片底部看到吼，其实用所谓的自然农法、友善土地的做法，系用草木穷生的栽培吼，然后杂草吼压抑吼，用迄肥料甘油拉败。罗博士，现在讲吼，李树啊，做有机栽培啊，有加个困难度啦，因为有机栽培啊，我真做我哋70万年我都开始都判那个业务了吼，所以讲俺那买水稻啦、蔬菜啦，冇问题，技术上冇问题，但是呢，果树方面呢，含有真太问题，咁问题现在呢，病虫害。系啊，草上都按时个虫的可能要空气多啊。病虫害这个问题真严重啦，但是呢，人家讲，人家果这部分呢，人家讲做有机栽培，是得慢慢来，慢慢来，因为呢，人家买的果树这个有机强调是生态平衡啦，所以讲你要时间要长，那么长现在讲人家买的。台湾的技术的突破那个部分咪含有个困难度啦。所以有日好无量好啦，所以你喺目前看到的草生栽培博士嘅片嘅看法并怎样意见提供还有那个乡亲对你哋哈，你假使你喺做梨嘅生产有相关问题做卡数。那个泰梨系能东西亲主要嘅经济来源，你嘛系客家嘅产业。因为有山就有客，有客就有山听日台三线种下客家人，种下种烈个高级梨。现在讲那个梨嘅促销广告非常嘅抢热，哋讲农委会又要屯促销那个泰梨，来购置，但是咧客委会行政院客委会那个广告实在冇听客家嘅产业。来打了泰梨的广告，想办法那个客家的天戏连续剧，就嘛是来了客家庄来翕那个天价，嘛是带动的从梨花开的时来翕那个泰梨的花真正，泰梨头摘的时来拍那个连续剧、偶像剧，种下是的，你嘛亲好，替人促销泰梨的一个真好的方式。实在讲，我同大家向心报告
那个离缝，唔好搁艰苦个一本一本，你倒个在海，大家就唱那个离缝。田中央市伊嘛有韩国，去泰国去看了离缝。泰国个纬度吼，同日本个纬度会相款啦。我当希望讲是的，你嘛来进口了泰国个离缝，你按清树叶个吼。哦，咧董事期的其中有没有见咧就是哈，针对啊就栽笋啦、离缝啊，甚至迄种产销的行销的问题，有清楚创新的想法，来提供一个新的资讯出来，俾你个民众做参考哈。希望到其中的大标之下咧，就种的对伊都家是因为哈对大标来实现啦哈。还有其他相信对你泰利的生产有意见冇？我了解先生。真少听到政府有关单位啊，同直接同那个农民啊。来辅导，具体的辅导吼，或者资材，或者其他的技术，啊，这俩机会呼吁那个有关单位啊，来同那到农民直接来指导。哦，所以希望讲农政单位针对有其他部分，本着行较多的协助并指导之处个。是啊。好，感谢那个先生。好，还有隔壁。大家好哈，我是林世峰。那我今天有一个问题反映，就是说，因为像上面长官讲的，有机栽培的东西可能贵了2、3倍。那一般有人讲的就是说，有机的东西是有钱人吃的，但是真正能做到说，因为其实做有机它可能会有一些亏损，那所以真的他要能卖到2、3倍的价钱，他需要多少的辛苦？所以要做有机的人是有钱人能做的农法。有钱人才能做，那你现在是有钱人在做有机吗？我是一个傻瓜啦。你是个傻瓜，那我请教一下，我们刚刚讲的是高阶梨的生产成本大概每公斤是40到50元左右了哈。那有机栽培的高阶梨，它的生产成本大概会落在哪个价格的范围内？水梨这方面刚好我不是种水梨的。哦，你不是种水梨哦。但是因为我现在做的是那个自然农法啦。那其实就是说。所以你的意思说，其实做有机的种作，它的成本和风险是要比已经很高风险、高成本的高阶梨要再更高就对了。对，其实如果说大家觉得说，我今天用农药或肥料，可能我会用化肥，我可以把我的作物就是种得很大很美。那可能在市场上，它甜它大，它可能就有一个市场价值。是。可是你如果说你做的是有机的话，你可能需要用了很多的有机资材。那它不像农药，是说我可能假设说农药我半个月。那我们来比较好了啦。是。一包50公斤的一般的肥料。是。好，那它的价格跟有机的肥料一包也是10公斤，它的价差大概差到多少？其实如果说有机肥料，它最主要是说。可能它需要用更多的量嘛，它才有达到那个肥分。哦。所以如果说有机栽培方式，你需要更多的投入更多的那些有机资材。哦，反而要用更多的有机肥料哦。对。草生栽培。好，那谢谢你。还有哪一位农民啊？这位先生嘿。那个污染盆的问题，是一般讲个人的问题。哦，你们大部分人的防治，种下。投入当多嘅资金、当多嘅农药钱，是系套防止嘅污染盆。你也慢所有其他嘅水果、瓜果类种下都爱经过淘汰，你也要咪系增加安尼农业嘅成本。可比讲政府能得讲其技术来做个个人污染盆嘅防治，本件咩土降地，安尼用药。唔是个按度，系咩安尼个成本或降低。个另外一点就讲，关于安尼离当年一下过了春天，一产开来个时，就话有赤生病。其实这个赤生病，最主要系这个基础系同安尼嚟两百树伫度吼。安东西呢，因为弘扬人可能就较多啦吼，讲有种200个人，以上较有钱。做庭园造景啊，所以讲这个地方种当多嘅200树啦，也讲像林富区地方要种200树，也系讲其他嘅人咧，孟埔地方咪要种200树。你也到安尼种下管理唔到，系咩公部门
来用公权力，亦係講來同大家參詳，係來做共同嘅防治，亦係講要公部門來出錢請人去調查、去列入管理，然後按呢多嘅時節，按時來防治，實時地減少進到農藥嘅支出。過來嚟講係農藥嘅支出呢，除了講增加農業成本以外，過來對人嘅環境嗬係非常唔好嘅。你咪人講從一講友善農業嘛嗬，友善嘅管理。所以講你咪人除了講按照減少農藥嘅使用，啊今日強用啊，按照人可比講同藥下頭嘅200數就好咧，按呢嘅嘅區都唔係背出來啊。唔係背出來，人地方都冇測性病，曉嘛？冇測性病，係咩農藥都唔是負安泰嘅風險，即係開錢。天然自家先要效時，自家來吸收呢個農藥。第三，對消費者嚟講，要咪係種健康安全嘅，然後對消費者負責任嘛。過來對人環境嘅影響，人哋生態，你下水咧喺跌落土壤，流落河壩嗬，係咩萬菜會污染到人哋嘅水源。按你訓練台中地區嘅人，仲係適應兩個需要，試了後可比講冇馬上不平，但是你係長期以來累積了後，就會產生不明嘅平。按呢係咩？按呢國家嘅進步嘅基礎都非常嘅多，國家都盡快落去。後來農民冇健康，消費者冇健康，國力相對嘛係降低啦，按都唔是講乜嘅國力嘅，你係以上量嘅，我相信。政府會做出好嘅措施來幫助農民，減少呢個農藥使用咧。以上感謝。老啦，那個呢個農民嗬，那個農民哦，佢從咧平常可以防止講到健康、講到權利嘅種嘅部分嚇，像一套其他講法啦嚇，像唔啲電視機台上嘅觀眾朋友認同也唔認同嚇。我講等下呢，你係請他到台當來賓嚟回應，無論係尤其嘅。即係泰利嘅生產啦、資材、技術部分嘅協助，也係講啦，平常可以防止呢。像等下會請台當來賓一一來回應，唔該先請去看一下廣告以後，馬上進入節目現場。